帮助灾民，好帮助这个受苦受难的花莲乡亲啊。我甲大家报告哈，我的爸爸是做工的，做工的。伊伫咧花莲的时阵伊是安怎若假使讲风台来，地震就会坍方道路会坏掉，河水会一半停阮爸爸就是工班就爱出动。去清那个土方，去修道路，然后到灾区里面去救灾。他的工作就是工人，所有的工他都要做。所以说，当我看到今天全台湾的人民都到花莲去，然后去救灾的时候，我其实我是想着我的爸爸啦，那个背影就是看想起小时候父亲在花莲。救灾的那个身影。那我的妈妈也是帮佣当家里去煮菜洗衣服在花莲台风很多，台风每次第一个都到花莲去然后有一次台风天，妈妈那时候怀孕，怀着我大肚子，大概7个月7、8个月的时候，台风天还是要去上班要探家无法度那骑脚踏车风很大，雨很大，骑脚踏车，就摔到田里面去。叫天不应，叫地不灵，就摔在那个田里里面去，躺在那个地方，动弹不得。他就在那边一直哭，一直靠下面，不是讲自己身上受伤，他在哭，他在哭什么？你们知道吗？刚才伊家伊的囡仔。脚我无去，这样摔得这么重，他怕孩子不见了。刚刚素梅姐有讲，我的出身贫寒家庭，所以从小到大就是看着爸爸妈妈这么辛苦。那我们国民党其实过去有很辉煌的传统，但国民党还真的没有出过一个工人家庭的主席。对不对？让国民党出一个工人家庭的主席，好不好？为什么我刚刚唱得出黄复兴版的生日快乐歌？刚刚苏梅姐有讲，我哥哥就是职业军人，他是中正预校政治作战学校。哥哥为什么要从军？2个原因。第一个，我哥哥很爱国，他说我要报国，我要去。守护我们的国家，你看，伊高中的时阵高中毕业，伊就讲要去报国从军很有志气那另外一个，伊就讲出来要散家他去从军，他不用学费，还有零用钱，然后毕业以后有工作，有薪水，可以照顾弟弟妹妹。帮爸爸妈妈分担，所以我的哥哥他就是成为我们的黄埔军人，职业军人。我细汉时阵阿兄有带他们的同学学长来到家里做客，妈妈就会烧菜招待我有一个印象很深刻，我真的对我们的黄埔军人无比的敬仰。你刚刚才是为安怎？有一次哥那时候应该是正在学校回到家，然后带着我，要去篮球场打篮球。我有个表妹长得很漂亮，就陪我们一起去结果那个表妹走得比较前面，她在路上被流氓骚扰，流氓就调戏她。我哥哥跟他的那个同学2个很生气，冲上去，2个打7个人家7个流氓，那2个打过去，把这7个流氓打跑了，高不高？我就想说。国家有救，黄埔军人、革命军人就是这么威猛。为什么我要跟大家讲这一段志强就是出生在我们镇南的家庭。我爸爸做工人之前也当了6年兵，然后我们家是从大陈岛迁过来的，所以温家都会挂着2尊那个遗像2个照片，哪2个照片？蒋中正跟谁？
蒋经国。为什么？因为我们家能从大城撤过来是蒋经国的功劳啦，是蒋经国把大陈岛迁过来，所以这辈子我就是身里流着蓝色的血，我没变过哦，我没变过哦，我就是正蓝旗的。所以我要告诉大家，我刚才讲，国民党过去就是给人家觉得软弱，对不对？你知道软弱在什么地方吗？不敢讲自己相信的话，不敢捍卫自己的相信的价值。可是今天国民党要以国民党为荣，那国民党为台湾做就得代志，刚对。台积电是谁创造的？国民党啊。经济奇迹谁创造的？对啊，我们国民党创造的啊。今天看看今仔日民进党直接创起来，一个贵美的政党，贵美的总统。我讲一个笑话甲大家讲有人讲今仔日台积电被送到美国去要怪国民党。你刚才为什么要怪国民党？国民党你当年没有创造台积电，民进党今天有办法把它送出去吗？对不对？国民党没有创造台积电，民进党就送不出去，所以国民党太努力了嘛。国民党是一个有优良传统，国民党是一个值得骄傲的政党。什么时候国民党变得今天我们讲国民党好像很丢脸？真正就奇怪呢。为什么我们今天有些人觉得讲国民党丢脸？因为对自己没信心，对不对？没有勇气，没有论述，没有战力，不像我们素梅姐，零清一流，都一流，都清一流，零一流啦，对吧？在国会，对不对？拿着质询的大关刀，有碟客气无？敢有？无啊。你有信心，你有论述，你有勇敢，你有战力，今天人民就会相信你。罗智强一路走来，你就看到自强。我就是什么呢？忠党爱国，我爱国民党，我爱国民党爱到牺牲自己、伤害自己都在所不惜，对不对？国民党这一次，过去可能各位对国民党有很多的失望，觉得国民党过去不够硬啦，不够勇敢。像是这一次的国民党真的不一样啊，真正无同款。徐小青敢有水？叶元之敢有赞？敢有牛群？罗智强敢有强？敢有强？敢有强？国民党爱强，主席爱选项。就选罗智强啊，名字没有强的不要选了，好不好？名字没有强的就不会强了。所以我跟大家讲今日我来选东主席真的是抱着对国民党的满满的光荣感。国民党这几年对不起国民党，国民党这几年对不起国民党的支持者，不是国民党不努力，而是国民党没有信心。国民党慢慢失去了今天跟人民说话的勇气。第二国民党跟人民的距离越来越远。所以大家有看到我拢讲蔡玉辉我的好表弟我都叫他是一夜情的好兄弟啦，一夜情啦为什么是一夜情因为我在全台湾公投睡路边困路边困49天啦来台南的时候，我们玉辉陪我睡一个晚上。这个一夜情不是那个一夜情不要误会不要误会所以我全台湾有49个一夜情我跟大家讲困路边有没有在路边睡过一个晚上的？有没有？摇节手有了蔡玉辉跟我们的素梅姐有陪我睡过，但是素梅姐我不敢用这个词汇形容她。会甲我误会啦真正袂当困的，你知无？要么太热，要么太冷，要么蚊子多，要么水沟臭重点是那个车子那车向来向去喇叭扒来扒去的真正袂当困可是为什么我要睡在
天49天，大家怎样？这就是决心，对不对？这就是今天意志力，就是我们走到人群里面的诚意。他动作什么时阵？有党主席会当做会到这样代志，敢有？对无啊？就是啊，会当做到啊，像。有无？足够了无？唔单单是伫咧路边困49天啦。我行路呢，2支脚呢，行台湾1年半呢，2200公里呢，敢有对？拍摄了我们叶奇的好兄弟，还有我们的中豪啊、许立人啊、郑玉啊、我们靖宽啊、我们忠诚啊，还有我们很多在座的包括我们的党代表主委就拍摄，我行到台南的时阵就让大家都陪我一起走。对不？我印象很深刻哦。我走路走到台南之前很奇怪哦，从台北走下来都在下雨，一直下雨，一直下雨，一直下雨，行到真正是胆都冷奇怪，见到蔡依辉，太阳就出来了。我给我们蔡依辉一个掌声好不好？在座很多人都有陪我沟头夜宿，对不对？好。你有陪过其他的党主席勾过夜宿过有没有？有没有？有啊，因为他们没有去睡过啊，对不对？你也陪我台南在走的时候，很多人来陪我走路，行路啊，对不？你有陪其他的党主席候选人走路过吗？有啊，因为没有在走啊。所以我甲大家讲，今仔日要来参选党主席，就是要改变台湾人民对咱国民党的看法。国民党过去最大的缺点是什么？优点是很优秀，治国很专业，对不对？然后心胸很宽大，对不对？但缺点是什么？就是不接地气嘛，就是没有办法让民众能够跟国民党站在一起。罗志祥当中国国民党主席，一定让国民党跟人民站在一起，行到尾，干嘛好？所以我甲大家讲今仔日一个国民党的党主席一定要能够团结国民党。这一点我不是崔佩伫咧讲尔，我是行动派、实践派。我选举一路走来我从来都不是只为自己作战。我选台北市议员家己做善家的我把募到的钱捐给韩国瑜去做公车广告，在座一定有高雄的亲戚，对不对？去问高雄的亲戚，每个人都看过这个公车广告。然后我在被罢免我家己要互人罢免偌亲的发动大恶霸我是头一个第一个头号第一个中箭民进党真正就混坏的，就奇怪的。可是我甲大家讲我敢会惊互人罢免？袂我会惊啦，哪会惊啦，对无？罢免毋是无头路尔罢免是足见效的，你知无？互人赶出去呢？我做甲遐久啦，互人罢免赶出去，我袂当接受啊！我伫咧4月的时阵民调是输的呢。4月的时候民调是输的我是可能被罢免了。可是当今天我们徐巧芯说强哥你来帮我助讲，我马上就去帮徐巧芯。当罗廷伟说我被抹黑要开记者会，到台中来街头演讲，我就跑到台中来街头演讲。黄建豪、叶元之、廖伟翔所有的兄弟姐妹，只要你一句话打电话给我大安区我也要被罢免呢。我还是立刻跑到云林，跑到台中，跑到桃园，跑到我们的兄弟姐妹的选区去。谢谢大家，感谢。像做得到这个代志，谁做得到？谁做得到？就罗志强啊，对不？因为我的想法很简单，我自己赢了罢免。如果徐巧芯、罗廷伟、叶元之被罢免掉，你讲赢
赢啊？无啊！那国民党输，我家己赢有啥意思？对无？爱赢就做伙赢，对无？所以讲，我甲咱立法院的兄弟姊妹，真正是一个斗阵咧拍拼。就是真正的团结是从自己做起啊！我出书我自己的罢免是贷款、房屋贷款在打的哦。可是我出书很多支持者买了，我到现在我昨天之前都说捐1200万了，因为昨天捐了50万，加起来已经超过1300万。我把1300万全部捐出去呢。帮助我们国民党打赢战争。有人说我最近听到有人说罗志强党主席要募款呢，你有法度吗？素梅姐帮我有素梅姐在不只是千军万马还有千万粮草，对不？给我们素梅姐一个热烈的掌声，好不好？素梅姐就是我的主席。开演唱会募款有咱国民党的好朋友，大家敢想要看高金素梅开演唱会？要看高金素梅开演唱会，公主席动手下。高金素梅开演唱会开一场，国民党应该可以赚5年的那个经费了啦，对不？募款是小事情，对不对？我素梅姐站出来就不一样。我罗志祥也不错哦，我还没当党主席，你知道我已经捐了3000万了呢。我还不是党主席呢。要问我说有没有办法募款的，先去问问高金素梅要不要帮他开演唱会啦，对不对？先问说自己有没有这些年有没有捐国民党3000万。我从来不把自己说我是党主席才为国民党做事，我不是党主席，我也一直在为国民党做事。最后我要告诉大家，真的这是个关键时刻，国民党要被人家尊敬，国民党要打倒这个赖清德。你看花莲的代志，你知道花莲出人命，对不对？100多人失联，已经10几人往生，多心痛的事情！知道在那一天花莲出事的时候，民进党的立法院党团跟民进党的行政院在那里面讨论什么，你知道吗？刚才他们在讨论怎么样把责任推给国民党，怎么样去攻击在野党。花莲遇到这么大的惨剧，他不是在群组里面讨论怎么救灾，我跟高金素梅在讨论怎么救灾。那些无良丧尽天良的民进党跟你讲说，我们怎么利用花莲的血跟泪跟人命，我们要来打国民党，要来打花莲。有没有天良啊？没有，真正无天良。所以这款恶界政府，这款无赖总统，一定要一落来，对不？罗志强就是保证，我就是用命在拼，也要给这个赖清德这个无良的总统，让他下台，好不好？所以拜托大家，改造国民党，世代交替，交给罗志强，下架赖清德，跟起来 ，OK， 谢谢。我先爱讲一个啦，因爱赶紧回去哦。12点20以前走，会使啦吼。好，安尼你请假者。我的故乡要唱歌以前，咱莫干啊听唱歌，咱第一有时拢摕出来好无？来管好无？咱咧地面当时老实讲吼，70外当年20当来，这个东部这个所在啊，无一个现在都无注意带出面，我看可能换伊关起来。毋是干那伊，咱感觉王哥食香港足地啦，拢出钱出力，希望中国民党会当互孙中对不对？会当互会计对不对？可是咱拢随演，选举咱无像民众安尼选。台湾来同意抗中保台这个地水要搬出来，偌济票。咱所今日讲，这个直接
嘛比较贱，对不对？啊，死就死边道，要死家己嘛吼，对不对？咱问题，高金顺明要唱歌，留可以啦吼，演唱会，啊，其实我嘛要开演唱会啊，我告诉你，迄个吼，江惠高刘德华，你我来，我决定啊，我来请高金顺明来唱歌啦，我叫别人起来，要讲话，我来讲话，我开演唱会，我那中间我开演唱会，今天来我讲吧，准备好吗？啊，听高金顺明来，你来讲出我吧，我不会照理是啊，这来艺术我袂当开演唱会哩，再看了无点，咱问题我先来提，和罗志强讲一下，我听足济台湾人，不管支持民主党好，支持啥物人，我讲国民党两岸交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岸关系处理袂好，所以讲无想要投国民党，讲国民党不爱台湾，国民党出卖台湾。这那当面你我另外一张写吼，你看我写连环，你啊这东主线，要来带领中国国民党伫两岸关系处理会好，会当取得像中共政权啊，我来讲中共，以后有台湾人生活会较好，免于战争。哦，我安尼互你讲会使，我准第一题目，互你讲好好，一个讲啊，较会唱一下，我较阮老大会使，我属于哦，阮中央委哦，做好。讲一下，我感觉这个讲重要嘛吼，借这个机会来遮，大农民也了解，互咱遮农民的叔叔伯伯，你们要投给罗志强嘛？感觉你的释法。其他我上去有多，我知影做这黄复兴党不会来，电管都交代你岛上。我们不要这样，我们要党言自检，哪一个对中国国民党未来的前途，为百姓服务，能够带来好的生活方式，我们就投给他，好不好？东莞自检，咱东莞来决定，咱卖听大家，听咱家己感觉心目中免斗争，咱扪心想看看，哪一个当党主席，对中国国民党，对咱台湾未来比较有前途，会当照顾百姓，这边个道理好。咱老家罗志强这个高技术样来节目，哦，咱来看党言自检，哦，自检支持阿强，好不好？发党言自检，另外支持阿强，好不好？党言自检支持阿强，党言自检支持阿强。好，来，我你讲起哦，来，我题目你清楚了哦，爱讲讲台。讲台语是无问题，台语演讲就古水尔啦。刚咱蔡英文议员讲到两岸关系我甲大家讲最能处理两岸关系就是罗志强。为什么？有安怎安尼讲首先我甲大家讲你刚才现在台面上的主席候选人，真正处理过两岸关系的是谁？知道是谁吗？就是我啊！国民党执政的时候，我就是负责两岸的幕僚参谋啊。刚刚民进党拢讲来，国民党出卖台湾，对不？我甲大家讲国民党真的在出卖台湾的水果了，对不？水果卖到大陆下流啊，对不对？国民党执政的时候，你要看到我们签了23项协议。我是做幕僚工作，其中最重要的协议叫做 A 克法钢灾，对不对？民进党讲迄叫糖衣毒药，对不听到要死啊，吃到就煞嘴啊，对不？一直说 A 克法多么不好，多么不好请问最后 A 克法他们现在有没有在用？有啊，所以还有一个很重要，国民党之前的时阵。是不是开放我们大陆来台观光，对吧？按说我们台湾观光业一片蓬勃，一片蓬勃。为什么？因为大陆人就说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什么？人啊！今仔日你到台就去，
你问到台湾啊，伊安抓共啊，遇到台湾就要打，那平安呢？所以刚刚我们蔡议员讲到，今天两岸关系啊，我告诉大家，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不卑不亢，就是要有原则，要有尊严，而且要能够互相的尊重。感动丢掉。今天大陆跟台湾因为有主权上的纷争嘛，对不对？他会对台湾有些打压，打压你就抗议他，绝对不能软弱哦。大陆打压台湾，我们就抗议。可是两岸人民要好好交往，是人民的事情。政府跟政府之间冲突，但是人民跟人民之间要怎么样？要好好交往。所以为什么今天我就讲一件最简单的事情？我的两岸关系的主张很简单，就是两岸要和平，要坚持中华民国。你把中华民国这4个字踩住，大陆虽然口头上不承认了，但是你只要踩住中华民国这4个字，我们叫宪法一中嘛，对不对？他们也是宪法一中，他们的宪法也是一中啊。那我是说我们的那一中是什么？我们的那一中是什么？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嘛。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我尊重你啊，你到大陆去讲啊。但台湾一中是什么？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嘛。这高武山拍摄够谢长廷都主张一中宪法，对不？所以今天只要你踩中这件事情，我告诉你，两岸关系就迎刃而解。我就讲一件最有趣的事情啦。以前大陆他们那时候那个民航机很拥挤啊，伊就讲拍摄啦国民党基情的时阵，也拍摄那民航机那么拥挤我们的航线准备往西边偏一点点，我不会越过海峡中线偏一点点，让我们多一点民航机可以飞啦。结果国民党说什么？不可以，不准过来。你知道大陆怎么样吗？就立刻收回去了。国民党有没有气魄？有啊，有没有守住尊严？现在什么那个航线已经划过来了